走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欢迎收听3月25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约伯记2章11到13节，不知道的陪伴同在。当人遇见一个苦难，不论知不知道原因，真的是在当下很需要有人的陪伴同在。不论这是亲戚、好友还是邻居，真的在那苦难当中有人的陪伴同在，就是好事吗？我们都知道，在苦难面前，陪伴同在带来安慰或者是带来力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简单的事，特别在我们生命中没有这样的经验，就算有这样的经验，可能对当事人的陪伴还是很难很难。然而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却也让我们看见，不管我们有没有经验，或是我们是什么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或者我们是当时望族家族有能力的人，都在苦难的面前，我们都没有话说。今天的经文讲到约伯的3个朋友，因为听见约伯所遭受的种种灾祸，决定一同去探望他，安慰他。这是他们的希望，他们希望能够安慰他。而这3个人呢，其实我们简单的看了名字，但他们可是来头不小啊。一位提曼人以利法，其实提曼这个字是阿拉伯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城镇，而提曼呢，其实他们常常会用这个古人的名字他可能是这个以扫的孩子以利法，然后以利法的孩子提曼，这个提曼的名字就是以扫孙子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个来自提曼的以利法，其实他也是一个名门望族啊。而书亚人比勒达呢，他可能是谁呀？他可能是亚伯拉罕与妾基图拉所生的孩子，叫书亚。从书亚这个地方来到约伯所在的地方，比勒达可能是这样的出身。而拿玛人所法，他又是谁呀？拿玛其实在当时他们推测是这个该隐的女儿，叫拿玛，所以他从东南方往乌斯这个地方要来找约伯的时候，其实这3位以当时来说学者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族长的时期，所以这3位来到这并不是无知，或者是没有影响力，或者只是泛泛之辈，而是他们其实都带着他们在他们那个地方的学识背景、经验法则，甚至对上帝对约伯的疑问来到这里，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探望和安慰他。然而当他们来的时候，真的在苦难面前，不论我们预备多少，很多的时候就是像此时此刻的状态跟画面。他们远远看见了约伯，却不认得他，因为约伯因着这病痛已经折磨他到已经长得不像原来的他。他们看见他们的好朋友约伯，就放声痛哭，悲伤撕裂自己的衣服。我们有说过，这是表示哀悼，又在空中向自己头上撒灰尘。这就是我这是尘土
我们真的就是好难过啊，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就跟约伯坐在地上7天7夜不说一句话，因为他们看见约伯的痛苦那么深重。或许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是要带来安慰，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怎么样可以带来这个人被安慰。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他能够被安慰？那关键的话语影响力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上帝却也透过今天约伯记对我们说话。这个陪伴，这个同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在那7天7夜，会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陪伴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陪伴是为了有用，还是为了陪伴？有一位韩国的图文作家，他10年前已经出过漫画，而且后来被翻译，甚至放在 YouTube 上。而如今他又在出书，在2022年的时候，在他的出书当中呢，其中有一篇我非常的喜欢，他是图文作家，所以会图配上文。在一篇同行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一则叫做芳香剂的图文，他就是一个梦想着用图文来分享他在信仰中的认识。在这一篇芳香剂里面，他配合他的图，但 Podcast 限于就是只能用语言的方式，所以大家可以听他的文字，说那个地方可以闻到怡然的香气，疲惫的心灵得到疗愈，幽微的芳香剂漫过这里的臭味。那股香气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得到。那股香气蕴含着改变人与环境的惊人能力。我也想要成为芳香剂，散发爱的芳香剂。这当然有配一系列的图。然而这些文字其实也对我们今天，我相信也是芳香剂。陪伴不容易，同在更需要能力。在今天透过上帝的话语，我们看见那个在爱里面的影响力。很多时候读约伯记，我们很快就会说到这3个朋友他们所说的，其实不但没有办法安慰约伯，甚至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有限。然而我觉得更能肯定的是，他们愿意启程，带着自己所知道的来到约伯的身边，面对他们一起不知道的那爱的影响力。在这当中7天7夜，我相信这不说话是不容易的，而我们也知道后来要说话的时候更是我们真的很有限啊。然而这3位朋友，他们来到约伯的身边，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一段约伯所谓的约伯诗歌，这一来一往的对话，表达了许多人心中面对苦难、面对公义、面对罪恶，甚至面对活着的意义许多的讨论。也因为有这3个朋友，他们愿意来到约伯的身边，陪伴与他同在。就在那知道跟不知道当中，上帝的心意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生命真的就好像芳香剂。怎么说像芳香剂呢？其实
就像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哥林多后书2章15节说的，我们好比基督献给上帝的馨香之气，散播在那些得救和失丧的人身上。不论这个对象他是得救他是失丧，我们总是能发出一些影响力。而这些影响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力，其实透过对方的解读也是很重要的。不论我们做多做少，做对做错，总是上帝的爱也同时与我们陪伴他人时候同在。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陪伴的价值，这陪伴的意义，可能不仅是我们知道的，更多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纪念，上帝他看见，甚至上帝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在今天要来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继续我用这位郑其老先生他所写的默想来跟大家分享。他说，圣愿从我的价值观、思想、话语、眼目与外显的面貌中，单单散发出丰盛之爱的香气。最后他说，但是不要把盖子完全打开放着，使那股香气全部散发出来，因为那样做也可能无法单单发挥芳香剂本身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陪伴同在都带着自我中心和很多条件，然而你却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在苦难的面前，我们即使很有目的很有能力，可能都是束手无策，可能都是没有办法发挥。然而主，你却看重不仅是我们愿意同在，愿意贡献自己，你更是在这当中提醒调整我们陪伴与他人同在的方式跟动机。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约伯的生命当中有这些朋友才有机会开启这些对话，也因为有这些对话，我们更是明白自己的有限，要尊主伟大。而主，你也让我们在有限当中看见我们如同芳香剂的生命，虽然看来不起眼，甚至味道薄弱，却是能够在那呼吸之间，一点一滴之间，让这个环境，让这个人，让我们所陪伴同在的对象来经历到你的馨香之气。恳求主帮助我们调味，恳求主帮助我们时机，恳求主也帮助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式。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赞美的祷告、悔改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帝的话语陪伴你，使你经历那芳香，使你经历那基督馨香之气。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是爱。